近年越嚟越多人重視養生，特別係老一輩嘅長者。不過多數人嘅關注點咧，仍然集中喺中醫學嘅食療上邊，而食療咧往往就係只係停留喺一個簡單嘅寒熱體質嘅區分啦。咁其實老人家嘅養生之道咧，就遠遠唔係淨係咁樣嘅。好多人都發現到啦，咁長者嘅性格同埋年輕嘅時候咧有啲唔同咗，容易思慮過度啦，情緒起伏較大。咁其實咧，呢個咧就唔係本身嘅性格嚟嘅，而係因為咧中醫認為咧老年嘅體質咧而有所變化而嚟嘅。隨住年歲嘅增長啦，人體嘅陰陽就會慢慢漸衰，氣血不足咧，咁體質轉變嘅同時咧，亦都會對情志啦同埋心理上面咧就產生咗一啲嘅影響嘅。早喺古代啦，咁喺醫學家已經留意到咧老人家嘅養生咧有一個特殊性嘅。唐代嘅名醫孫思邈喺《千金易方》之中咧設有一個養老大例啊，同埋養老嘅食療，專為長者訂立養生同埋一個飲食嘅原則嘅，並提出咗咧牛奶啦、黑芝麻同埋蜂蜜等食物咧，就用以呢個滋養氣血咧、補益虛損嘅。另外養生咧，亦都唔係淨係靠呢個飲食嘅，睡眠本身就係一個最重要嘅養生嘅方法嚟嘅。古人咧就主張臨睡之前咧輕步散步啦，有助安神入睡。孫思邈亦都提倡咧屈膝側臥咧呢一個瞓覺嘅姿勢，以順應氣血嘅運行。又例如咧，孫思邈提倡練習呢一個金樽玉液啦，既可以安定神志、調和身心，再配合日常嘅自我按摩啦，例如上焦三元啦、列目四黐，亦都係簡單同埋實用嘅養生方法。咁所以咧，老人家嘅養生咧就並唔係單純咧靠食療就可以係長命百歲、健康嘅，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㗎。如果大家對以上嘅資訊咧，老人家嘅養生咧有興趣嘅話咧，歡迎大家嚟臨呢一個嘅健康博覽啦。到時我會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具體嘅一個嘅老人家嘅養生嘅資訊嘅。到時見。